台南市去年在登革热大流行的期间，那天沟的阻塞导致有这个孑孓滋生，一直是我们这个在防治上的一个难题哈。那为了要能够让我们各个邻里的志工队，他们在巡视我们社区的时候，可以呢及早的来发现天沟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推动了这个天沟月，我们集中精力在我们这个雨汛来之前，梅雨季来之前，我们可以先做好我们天沟的一个巡查。我3支讲切路断了，3支螺丝锁锁的，电线白白的，才行才搁甲锁好开。这较爱偌久的时间，1点钟内底就做会开，但是是伫咧想的过程中，互我足困扰。我想就想5天，我想过足侪种的材料。好，我们把镜子调好之后，你看这个放下去，它是不是开始投药？安尼是不是开始投的？右看一关呢，对不对？用了导游啊，在赖的群组上面做公告。那再者就是跟我的所有里民去做提醒，关于屋后沟的部分，再次跟大家报告，公部门是不能够用公资源来帮你清理屋后沟，必须要透过大家整条巷弄大家来集资，一起出钱来整治屋后沟。为了左邻右舍，为了家人的健康，大家一起来做。尤其像前几天有下雨的情况下，马路上面有积水的容器都在那边，必须要整理起来，雇工来整理环境。那制作天沟棒，让我们的志工或者我们甚至我们雇请的工人来投放力剂，消除登革热病媒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去年的经验，还有包括以往的经验，在登革热防治上，天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滋生源的来源。天沟清了又清，蚊子来了又来，孑孓生了又生。其实天沟也是南部，尤其在台南建筑的一个特色。这个问题也是不是间接造成了台南市登革热案例居高不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天沟每次都常常检查出来有孑孓，还有病媒蚊滋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今年算是提早来对于这个部分来加强。一方面鼓励民众不要再设天沟了，既有的天沟可不可以来加以改善？能够让它变既有排水的功能，又可以不要滋生蚊虫。这就是我们今年特别拨出经费来做社区宣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年从天沟开始，当然也从其他的部分同时并进。今年坦白讲，在开年开始，其他国家都出现不好的征兆的现在，希望在台南不要再发生登革热，希望能够成功。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5月1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地检署侦办太阳光电业者甲公务人员共无道理提起公诉以后，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质疑为什么会闹到中央的民代甲人员局官员，因此希望检调要继续调查。台南地检署起诉91亿的光电弊案，但为何独留中央关心的民意代表甲人员局的官员？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个书记长柯志春的带领，包括议员蔡玉辉、李中琴、蔡宗豪甲罗坤浩等侪位的议员共同召开记者会。因认为，如果无中央民意代表的介入，人员局就袂来南下开会，怀疑当中并无单纯。立法委员就不敢办，还是讲议员这个大了都唔敢办，这是我们质疑的问题。无迄个能源局局长、副局长，伊无平白无故要替伊担这个罪嘛，要跟他配合嘛，这是阮今仔记者会上重要的目的。按起诉书内底看会出来缺点伫遮啦，包括立委伫咱立法院召开的作解台南市光电自治条例很多。我们就很起疑，咱感觉看那个拢无啥敢办的款呢既然司法单位已经有起诉了这样的一个共构的一个利益，
的集团。那我想在这个里面，我们以防万一类似这种的再发生，但我们希望已经有明确的起诉以后，我想应该要追查的还是要追查，应该要把事情厘清的厘清。党团伊就接到的资料显示，除了希望检调会用继续来追查，另外针对地方议员向经发局索取的资料，以及官员涉嫌盗利，嘛进一步来追问市府政风处甲经发局的调查状况。我们这边查的资料的部分的话，就是用地变更的部分，大概是485公顷。那李立阳就是所谓的5天公司，就是没讲的5天公司的部分的话，它是162公顷。那162有没有全部合法啦？是都不合法啦。162公顷在目前除了因为目前起诉的部分的内容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收到资料，哪些东西是不是在被检察官起诉认为不合法的部分，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收到相关的讯息。另外，议会国民党团针对立阳集团非法的小二家当中有不法的利益，议员关心当时才用来撤缴。对此，经发局回应，如果判决确定，就会来撤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火化场正伫咧扩建当中，验过公用停车场线防施工厂商占用，放建材甲炉具。对此，议员林美燕除了督促民政局爱厂商赶工以外，5月底进前物件爱刷走，恢复停车的空间。台南市南区南山公墓火化场大日的时阵人来人往，附近停车位歹找。验过边仔正伫兴建第2火化场的厂商，煞甲建材含炉具放伫公用停车场。伫内底一直铺车铺车，铺卡无出去外口，较搁甲迄个人插倒入来呢。因为伫停车，咱有当时啊，刚啊连续的啦，5只灵车、3只，迄拢足正常的。尤其是大日的时阵啊。施工厂商为去年12月开始，甲公用停车场占用，到达有4个月时间，就亲像是私人仓库同款，已经严重影响到商家及民众。因此，民众业者向议员林美燕申请，希望会当解决。施工的厂商，他按照契约的工程里面，他说在工地的范围取得或租用土地的时候，他必须要跟那个就是使用者来报备。所以说，你今天包揽这个工程以外，你必须要自备就是制裁室、换制材料的地方，不然你就要跟那个公部门来报备。坦白，一定要承认说这个部分是我们殡葬所有所疏失啊，因为这个部分坦白讲，停这个不能这样占用，但是因为工程的需要。暂时我们也没有预料说期程会拉得那么长。那厂商这个部分，我们包括土建、包括炉具，我们已经有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共识，尽量能够在5月底之前，把全部的这个炉具的那个空屋设备的部分能够把它吊挂。民政局已经出面要求厂商一定要赶工，会当伫5月底进前，甲现场恢复。议员嘛强调，该厂商占用停车场伤久，袂用搁拖。会督促办理。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庆祝台南出生的总统赖清德鼓励空就职，安平在地4大公庙抱着办喜事的心情，邀请台湾3大知名歌戏团，要伫安平林bình娘公园连办3天的大戏，要邀请大家来见证历史的一刻。明华园总团演出的剑神吕洞宾，将大家所知影八仙传奇的故事改编为魔幻大戏，同时要来有助国境兴奋流水，国家风调雨顺。以前呐办喜事，上欢喜的就是爱请3平大戏啊。这大戏就是歌戏，歌戏是台湾的文化宝贝。所以用台湾的文化宝贝来庆祝咱国家上大的代志，520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安尼就对啊，非常圆满。由安平4大公庙所发起的，邀请台湾3大歌戏团、秀琴歌剧团、唐美云歌戏团以及明华园戏剧总团，
5月17到19，要伫咧林默娘公园连续演出大戏，为总统就职庆典献上祝福。17、18、19 3天，我们特别请台南安平4大公庙来邀请了我们3大歌仔戏团，包括这个秀琴歌仔戏团、唐美云歌仔戏团以及我们明华园歌仔戏团，那个3大歌仔戏团来演出历史名剧，而且是一个喜庆的这个名剧，能够让我们安平的好朋友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所有的国人同胞一起来普天同庆，共同这个替我们总统副总统来高兴一下，尤其为我们国家祈福。除了要演出大戏，现场嘛有举办喜事集，号召台南22间知名美食店家聚集做伙，再互大家美食飨宴。拄啊国宴啊，拄啊伫咱安平班，安平班可能咱安平人无法度去参加国宴，无法度参加国宴，嘛来食一个国宴小吃国宴就对啦吼。所以阮四间吼就讲安尼吼，俺代表安平人吼，所以吼嘛就爱来发一寡这个研究券，发一个研究券互大家来参加着咱的国宴小吃，好无？好。除了希望借由宗教甲传统文化的力量，为总统就职庆典献上祝福，嘛热情邀请市民大众做伙来到安平看大戏、踅市集、食美食。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2024清水祖师文化节将伫25号登场，市长黄伟綽特别出席宣传记者会，邀请民众来试昆新凉山诗、认捌宗教文化以及传统工艺。由龙岗国小歌乐队再来精彩表演，为2024清水祖师文化节宣传记者会揭开序幕。将伫咧25日登场的活动，包含寺庙新转的交流、庙宇顶头甲学校社团的表演，还有街头艺人的演出，刺激展示在地文化创意产品以及美食小吃。后来参加清水祖师文化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看有食，阁有通食。这次活动呢，咱的区长也足大力的支持，嘛咱足小天所以讲呢，这边的活动咱有邀请到大陆、甲的马来西亚、泰国遐，即个银行遮拜清水祖师的，这是共同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内底呢，迄间嘛有闹咱的文创咱台南，阮昆新遮上较出名就是蚵仔，所以讲阮嘛有闹这个蚵仔丝的活动，大家去亲身去体会。就有这一次的一个文化交流，我想全台各寺庙各有它的特点。那因为都是侍奉清水祖师，那把这些集结起来，尤其在台南400这么有意义的一年当中，我们来做一个文化交流，我想可以把我们的寺庙宗教文化提升到最高点。那25、26号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2024清水祖师文化节。市长黄伟綽特别出席宣传记者会，并亲自向来自全国各地奉祀清水祖师庙宇代表一一握手问好，热情邀请大家5月25做伙来到台南。咱这个文化节会当互足侪，不管咱的市民朋友，也是咱的信众，拢会当对着清水祖师的信仰，为过去的因缘，甲即马现主时的演变，演化、演进，会当搁较侪了解。咱信仰是要求人心，人的心理，会当这个愈来愈好，社会愈来愈和谐，心理会当愈来愈平静，会当互家庭愈来愈好。清水祖师自古以来就是扶持着咱社区，扶持着咱的家庭，扶持着咱的社会。所以我想这边的清水祖师文化节一定会当对着社会更加和谐，对着咱的都市更加好，对着咱的台湾国家过来愈来愈进展。南区公所今年甲庙宇在地团体以及学校结合推广传统的文化，展现在地特色甲团结。欢迎大家5月25来到四昆新凉山市，感受传统文化之水。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每一当5月的第2个礼拜日是母亲节，嘛是国定佛诞节。南台病院12号伫市府2楼举办社福园游会，甲亲子互画写生。
吸引一个市民前来参加。市长王伟提嘛到场，祈求佛祖保庇台南平安。市长王伟提一透早来到佛光山南台别院的夜本现场，除了恭迎太子入场，用虔诚的心诵经敬拜，甲正人夜本，祈求佛祖保庇台南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以外，嘛提醒做人事事爱感谢父母恩，祝福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浴佛的这个活动，一方面是祈求佛祖保佑我们台南市风调雨顺、市民平安；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着浴佛，也能够洗涤我们的心灵，能够净化我们的社会，也希望能够让社会上善因善缘能够持续圆满。今天同时也是母亲节，我相信这个母亲无私的奉献，为了这个家庭，就像佛陀在照顾着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借着浴火洗涤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本自具足的这个清净的佛性能够显发出来。每一个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只要把你的清净的佛性显发出来，你净化你的身口意三业，你就能够提升自己，就能够做最好的自己。迎接一年一度母亲节，嘛是父诞节，由佛光山南台别院精心筹办的药本祈福盛会，除了透过药本来净化大家心灵，显化善心善念，嘛规划鸳鸯会甲护外写生，和亲子互动，共同度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局堪澳洲世界台湾文化艺术协会伫高雄举办交流美展，期盼透过台湾文化，互台南用艺术甲世界交陪。为抽象到写实，为油画到水彩，台南400台湾澳洲国际艺术交流美展，除了带领观众欣赏无同的艺术领域，嘛感受无同所在文化交流。我们的合作体现最真实的澳洲多元文化的精神与实践。澳洲的主流文化已经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文化，而是包容所有移民文化，包括台湾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澳洲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什么叫做这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这个艺术盛会这样我们希望借着澳洲的经验的参照啦能够跟我们有一些交流对话。台南400强调台湾开放的精神。展览当中有来自台湾、日本、澳洲等国家知名艺术家的70多件作品，包含阿库里、水墨画、油画、水彩等等，相当多元丰富。嘛会当看到澳洲当代原住民风格创作，另外还佫有多媒材装置艺术兼招彩。花鸟的方面就只有展出了一个3年做的一幅，应该来讲，对我来讲，创作就好像生命历程一样。其实我是用我的创作绘画在写我生活的日记。我这次也展出了2幅跟菩萨有关的作品，在有一年的母亲节前夕，我想到说其实菩萨就好像是孩子的母亲一样。它是一种慈悲。这摆展览唔但促进各个艺术家之间的交流甲合作，嘛互台南透过台湾文化的艺术世界甲世界交陪。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母亲节这天，南区喜秋图书馆举办妈妈抱抱活动，这6本册佫写出对妈妈的感谢，地当摕到香甜的爆米香。温馨趣味的活动，吸引一民众来借册。50杯爆米香的香味传遍整个喜秋图书馆。5月第2个礼拜日是母亲节，南区公所特别伫当天办理借册送爆米香活动，无到8点钟就全部活了了。有时候小朋友回到家都会跟妈妈抱抱一下。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既然有妈妈抱抱的活动，那我们就可以结合一个爆米花的活动，那让小朋友来这边借书，那顺便可以吃一个爆米花这样子，那小朋友开心，那妈妈也开心。公所表示，图书馆的读者当中，相当大的比例是亲子。平常时来这借册之外，伫母亲节这天，以感谢的心情，甲对妈妈深深的爱意写伫卡片顶面，相当有意义。觉得很棒，很棒哎！说还有爆米花，我带小朋友来，让他们体验一下。母亲节快乐！还有抱抱的亲亲。活动唔来溜紧亲子之间的距离，更替社区带来温馨甲感动。咱区公所嘛向所有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但是新闻出怀采访报道。伫安平卖虾饼的郭志军，即马已经43岁，由业界上新的自动化制厅，准备甲安平虾饼撒向国际。同时嘛，希望提升虾饼产业文化，让这份古早味的小吃会当永续创新。17岁就替安平虾饼老店销售的郭继军，走过原料代工、自产自销，2019年就拿下世界食品评鉴大赏，并建立全新品牌。面对疫情期间的不景气，花5年不断研发自动制成。他说，原本1个月生产300公斤原料，至今已经有1吨的量。所以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开始接日本、美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订单，要将台南安平的虾饼进军国际。保留精神的过程中，我希望它可以被国外看见，所以我花了5-6年的时间去研究整个制程如何去提升，也要保留它的品质跟风味。那在去年的时候，把这个产线建制完了，那也被日本客户，然后新加坡、越南、美国的客户肯定。那我希望在未来这些国家都可以吃到我们的虾饼，并且去推广它，也能让其他的国家看见我们台湾。郭继军表示，他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代，当初没有人传授，为了生存的是拼了去。这回重新在工业区开幕，就是要应付外销货柜的仓储，并且将虾饼产量提升，甚至有社会责任。他强调，绝对不是卖虾饼而已，而是做出不同，做出多元的产业文化，让虾饼自己来说故事。我希望我建立了新品厂这个过程中，是能让国外的一些亲友或者是友邦国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更有竞争力的。虽然虾饼只是零嘴，不过在郭继军眼中却是相当有前景。一定要改变原本产业文化，要敢投资别人做不到的。目前他已经准备新柜，让安平的虾饼产业永续创新。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市有一名63岁看护，有一摆因为爱帮病人翻身，结果家己的背凶拍一声，检查了后，除了发现腰椎骨质嘛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到底是啥款的情形？爱安怎治疗？来看咱的报道。台南市立病院家庭医学科的医师严秉成表示，大多数的民众认为骨质爱承受真大的力量才会来发生。但压迫性的骨质并不一定要承受大的力道，有一寡可能小可受伤就会造成。其实这拢甲骨头的强度、甲品质变差有关系，也就是骨质疏松。因此，如果会用的早期发现、介入治疗，嘛用的来预防骨质。骨质疏松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年龄啊，所以年龄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它会造成骨质疏松。那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个筛检，就是超过50岁以上呢，我们就会建议他到不管是家医科啊，或者是各医院的这个骨质密度的健检中心，做一个检查。那这样你就可以马上就得知自己的骨质密度是否是正常还是疏松。那一旦发现是疏松呢，就建议到像譬如说在我们医院就有家医科或是骨科都可以看咨询骨质疏松的治疗。那如果说算起来的风险譬如说我们会算一个 FRAX 的这个风险评估，算起来如果风险是骨折风险是偏高的，
通常我们就会建议这个开始做一个药物的治疗，预防未来在不小心，比如说有的人走在路上不小心被石头绊倒啊，那结果就骨折了，手撑一下就骨折了，或者是大腿就骨折，那这个其实是对患者来说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状况，所以我们反而是建议，希望可以的话，就尽量在这个骨质疏松仪刚开始发现的时候，那就赶快进行这个药物的治疗，预防未来发生骨折的这个风险。这样，医师强调，其实造成骨质疏松上大的原因就是年纪。年纪愈大，骨头的品质愈差。如果经过骨质密度的检测，证实有骨质疏松，医师建议也是要以药物来治疗，不但会用让骨质的密度渐渐来恢复，如果接近正常，嘛会用来停药。台湾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